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我要收看安平方法。壁画是最近台湾最流行的一种艺术，嗰條沙旗旅遊壁畫可以帶動沙旗的觀光，也可以促進沙旗的美觀。今日我哋有請到嘅係南台灣貴州都從事壁畫創作嘅莊世平先生。莊先生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哋提供見解，我哋台灣嘅沙旗啊，最流行壁畫。上面畫嗰度以前都畫哆啦 A 夢啦，嗰度吼，後來見到畫嗰度，我哋即個嘅創作嘅一種藝術。從以前按做呢啲畫壁畫，壁畫同一般嘅繪畫來講，喺畫嘅時節有乜個唔同樣嘅地方？壁畫吼有啲問題都公共性啊，公共性。我哋唔係講壁畫設計不卡，唔係講壁畫設計嘅呢工作室。我哋幫他家人看得到，也啲問題都因為有啲公共性，佢是有個奇妙嘅嗰種睇畫壁畫嘅時節吼，我係講一般嘅繪畫，我哋咧畫嘅時候都強一啲花布嘛，變到塗一啲大石，然後就畫。但是壁畫呢，一本身喺畫嘅時節，唔睇啲人講公共性，因為我哋冇可能即個有安泰嘅壁嘛。伊天天愛畫愛沙旗嘅壁啦，冇片嘅壁。咁我哋愛畫壁畫以前，我哋愛先上色嘛，先上大色嘛。規定係冇聽說一定可以用做啦，但是呢，因為我哋喺畫壁畫嘅時陣，因為伊嘅公共性都特別我哋愛同樣嘅畫嘅時節嘛，愛提供也啲地方用嚟畫上去，色那冇跌嘅，也都幾多層次啦，我哋講幾快講一天可以用嘅，嗰種愛看嘅壁嘅形嘅樣子，無論講也嘅特色啦，伊哋個壁可能本身都係紅磚壁，伊都可能冇辦法完全去塗嘅大色上去。咁唔能當初喺畫安尼壁嘅時節，係咪愛囤壁嘅主人？有啲係可能係沙旗嘅意象啦，有啲人係可能係人嘅壁山。咁唔能畫嘅主題，我用嘅聽人講，先去做參詳無攏用啊冇。通常壁畫睇畫嘅時陣我喺邊個地方嘛喺公共性嘅地方，公共性嘅地方咁我哋有個注意啦，因為是唔得我哋見畫到出嚟，有啲起碼都講我哋互動，因為有互動，我哋都開始有，我哋嘅互動都開始有人哋藝術同一般大眾有法度對話啦，有法度嘅講法嚟，有安尼機會嘅講法，冇呢啲地方我睇下畫啊過鬧，當然嗰種人會過來嘛，過來看，你會問嗰種問題也都變化咁樣，有個奇妙嘅地方。嗰種欣賞嘅意思係講，唔係講伊哋畫喺度本人看講唔講，冇得講伊下主題嘅畫嘅。其實畫嘅過程地方，同民眾嘅互動，咪係繪畫一部分嘅。有啲睇重要啦，有依個觀點嚟看畫好畫壞冇重要，對話對話佢重要啦，因為台灣冇佢時候針對眼嘅環境去對話，不可唔做佢鬧才不可你用你佢亂糟糟佢亂冇得真理的，有嘛他可以一些是感覺都冇，像我哋合同都佢清腔我哋韓國語馬上感覺得到，佢清腔，有如講開始我哋有嘅對話嘛，比較來就開始，生活都安尼，我哋不是愛進步都愛有啲對話咯，嗰種按早期咧做南台灣咧做壁畫嘅時節，其實唔係人嘅心裡面想嘅，唔係講我用個標
我即个肉中个人杀起里边，嗰时人杀里边过讲，其实你希望讲也肉可以带来一天的影响。你最希望带来的影响係乜嘢？我希望講安尼，可能安尼即個鬧啦，唔好講一出落學呢樣嘢學我經驗當然我安尼講是個實例，但是我冇感覺講一定要同台灣北個嗰種我過樣嘅，我嘅強樣安尼我發覺到安尼即個總頭有乜個鬧。有嘛个样的过去咩位安尼的事情的故事也得，对嘛吼？也如安尼讲，哎，过从事样的过程啊，过程有嘛吼？过重要哦。过程比结果蛮过重要。过重要，因为台湾人如讲结果论嘛，做嘛事情一定要用的有的目的嘛，有的目的。当然目的设定是各方面有的方法都要接的，但是呢，唔可能流失几多样的创新的样的机会啦，所以我来讲，在尝试的过程，用各种人嘛，去实验那里的样的创作，咁当然出来的结果，如果各有样的各有变化啦，各有创新的。那几段时间看到我哋咧沙溪地方有嗰种鬼匠的表达，但是突然有喺度讲，我哋咧喺啲地方嘅人，天然嘢都發現，也山表畫個鬼匠嘅，但係山表畫嘅喏，伊中間喺乜嘢畫嘅，全部冇用啲。但是今年人嘅新脾氣當中，講一件最重要嘅事情，就講，其實也喺歌上比最尾畫出嚟嘅東西蠻過重要。佢從我哋講，你有啲協會，吼，有啲組織去參加安尼嘅沙溪嘅表畫嘅創作。從一點二畫圖，蠻好，我畫嘅即個啲。從按多年畫圖嘅時間，你那個創意很容易去協調，好容易去講。最重要我要講，你會同我真正表達唔到我講樣嘅。所以我哋都因為有啲演員啦，我參加呢台灣新台灣表演隊，當然係當初嘛吼。因為成立的時間，我哋考試揀入去嘛吼，都天數做安尼。我重點唔係講掛名，係做乜嘅事情。但是呢，過去咩都講，因為我哋是個當嘅咧木具，嘢都木具嘛吼，都唔是把個偏見嘅表啊，也有幾多嘢呢當地嘅嘢呢藝術家，當然藝術家呢冇嘢咧。唔可以講先天講一定愛學嘢呢，嗰有可能係對唔係學嘢呢，啊所以有興趣嘅一度，有問題都講希望講有啲對話，我希望講也睇先天睇畫圖嘅時陣嘛，認識嗰度朋友一度，特別嚟講，唔係講我哋即個客莊嘅人，我希望有原住民啊、外國人啊、冇共樣嘅嘢生活嘅習慣嘅人啊，有得，他哋共樣一啲價值，一啲對到我哋即個嘢未來嘅價值，重新有冇睇亞洲有冇，實在共樣有啲題材都做嘅啦，咁談風嚟講難得，因為幾多人啊，尤其係藝術家，都愛強調自家嘅風格。我自家都我起碼嘅藝術家，我都用我嘅風格，一種東西係唔可以變嘅。我同朋友合作嘅時間，我唔希望我嘅風格，風格，佢本意適合，我都受適合。但係好多先生即係講嘅地方講，我嘅藝術唔重要，但是我同對話過程，那係真係好重要嘅。從咱嚟睇下組織地方，安尼講形式因為可能有啲人沒辦法油畫嘅，有啲人可能係做一些教材啊，或者是其他嘅東西。從安尼合放落嘅時間，有一啲重視嘅思想，帶一頓他嘅人嚟，向下去做事。我是相信講要個年強嘅人嚟藝術家嘛，所以更加要幾多同係共樣安尼年紀嘅藝術家。
因为一出了吼，要想法要去同人哋去共用啦。因为艺术以前有咧全部有咧主要的文化啊带动嚟去建造，哦，音乐嘅学院的使用咧，哦，艺术全部使用嘅，观音全部态度型的文化，哦，我哋观音都态度型的文化，哦，但是咧台湾唔咩啦，好多啊，哦，有经过安尼嘅创作有冇吼？安尼嘅创作有冇？安尼认识到个台湾规模共用，哦，台湾出出规模共用，因为这个地方看唔出来。你安尼这位日本啊，包括到日本去，包括到意大利都开始讲无共用啊，包括到泰国，包括到因为香港的全部都无共用，观念全部变了，哦，所以我注重哦，莫一出路安尼这个摕在看安尼这个，安尼东西是最贵哦，哦，因讲安尼东西值得有冇吼推荐啦？哦，安尼价值观值得同我偏义讲哦分享一下的。嗰首睇下呢创旧的一种创作过程里边，比方他欣赏的人讲对外面开始看到自家本身的一个价值。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哋常常讲嘅艺术，如何用我哋对外国学来嘅嗰种眼光来看我哋自家嘅沙比，我哋自家文化。但是我哋头到中心品欣赏，同人讲，其实我哋自家文化我系改到自家改强嘅地方。休息一下，我哋下一节再来讲欣赏去法国留学故事。比较重咱呢花一段时间，咱发现到自家嘅东西系恢复对整个社会有没有往上推？但所以整个社会是向上的。我也拢系感觉讲，艺术某一天都要卖钱，但是伊要影响到一个社会的进步啦。哦，看到这个，某个东西会重要。翻译过来，暗用方法。上一团重新品欣赏，同人讲，一点艺术创作的路向，慢慢的对外面看到我哋地位。但是他讲伊拢唔知，重新品欣赏係對法國留學過來嘅。先生，其實我最想問你講，從嘅人台唔爸爸攞很本去法國學藝術咯。其實他講人講，花很多錢去留學，一天學乜嘢天文啦、天氣啦。哦，太空啦，但其實我想講，本身講花很多錢去法國要學一點藝術。也你有一個人講經驗啦，吼，因為安尼事情，如講聽安尼一個年代，我講讀藝術就改勉強嘅，因為讀藝術嗰種嚟講，安尼藝術家即個睇。讲的笑话都做个讲啊，我今天读艺术啊哈，我好像在出家一样，我下定决心那种啊，因为某天有翻老师，哦也俺的也的石头他跟蛮法的案例啦，但是呢俺咪还有感觉到好彩俺有按做你的选择，当然家庭最重要啦，因为俺最最重要俺爸爸伊本身要做艺术的研究的人，哦，睇教书，啊教我有啲心得，你讲对儿童美术都颇有兴趣嘛，哈，所以都对安尼对安尼事情够了解，哦，所以如当然我爸爸本来安尼嘅环境，伊冇听说爱教我啦，但是有本来安尼嘅环境，有啲环境最重要啦，哈，对我来讲，你讲我认识讲，爱迄爱迄默个，哦，
以前我可能因为讲艺术的我是艺术安尼因为哦，所以我就开始深度去教安尼。我爸爸去教做艺术的啊，所以伊都无同爱动爱，无动爱都等于支持的这种。其实偷偷欣赏分享的东西吼，其实迄更加人，他甲人想到讲啊，我本身人有一个自家的想法，自主的想法。你看，人家以前做起我哋生意的读书，通白个呀，我哋碌下可以很有点，你学医生啊，有冇做药学啊？我哋咧对未来的想法，全部係爸爸妈妈决定的。唔好讲啊，跟自家想要做乜嘅东西。咁好朋友安尼爸爸，自家对艺术有兴趣以外，我不用自家去探索安尼一个未来的路。种人当初去法国，种你应该嘛喺台湾有受过美术的教育。你去法国以后，我哋一两片的美术的教育有乜嘢冇共用啊？当然文化的本土啦，吼，我讲文化本土是有差啦，因为法国啦也得吼，德国啦吼，因为对因的文化有冇，特别的视觉文化有冇做啊个彻底，哦，也点如讲呢，可能面目面貌，哦，但是因的提也这里吼，提艺术的提也你也辩证底部有冇吼，对整个社会有没有往上推？也，它所以整个社会是向上的。我也拢爱感觉讲，艺术某一天都会卖钱，但是伊要影响到一个社会的进步啦，哦，所以我都一次都讲啊，我去做准了在台湾是得做嘛的事情，对于台湾是得做嘛的事情。哦，按你想法的嘛，所以我哋讲，艺术的吼，对于我嘅看到出家，某个东西最重要。哦，也都学习别样的对我帮助佢睇。都有两个问题啦，吼，第一个问题就讲，某个弄艺术的辩证，辩证。听人都讲，唔好讲话，伊哋同人哋更加想法完全冇可能人讲，艺术唔系喺卖钱，更加。台湾都某个都爱卖钱啊，艺术爱卖钱啊，好文化爱卖钱啊。咁，农人咪讲，艺术唔免拿来卖钱，唔免拿来卖钱，能用嘅去省饭咯。也当然你讲，嗰种人会很消化啦。我讲啊，你讲艺术唔係講冇講錢嘅的，但是呢，我意思講，喺講個詳細都講，我有興趣。最重要，我有興趣，對藝術地步深度去教，哦，也係重點，哦，我深度去教，哦，深度我哋去教，找到我們自己土地，找到我們自己的主體性，哦，也最重要。我喺深度去教，當然唔都可是有錢的，也都，但是呢，我本末倒置，嗰陣講，本來嗰度學生嚟問嚟講，人哋用存錢，講存錢的事情，唔係讀一個課，讀一個法律，問老師講，老師我要怎麼賺錢？老師一定跟你講說你要考上律師嘛，對不對？多接案子，對，多接案子。所以按呢事情講，我有啲了解講，睇對某個事情有興趣嘅時間，有冇？先對興趣一批。剛剛都可是有比較嘛，有進去以後，你全世界它就變成一個板塊，這個板塊是全世界的，一個平台。是唔這樣？你跟做啊，你去搞做啊，你去搞呢？我看對於任何一種角度，可是來講辯證都按你辯證，從文化底層辯證，從你的自己。開始做自我辯證，咁按你辯證，我變成一個文化向上的力量咯。有啲時刻問題嘅解有冇？也公共建設也的公共也的政策有冇？統籌都比較滿意度比較高，國家向上力量比較強，也都重點啦。
因为我们有这思维，我们有提出问题，有提出问题嘛，迄个题也总体有个感想，有因为我哋从提二组中央，它一个小乡下也是一个世界新闻，它乡下的一个小展览也是一个国际性的新闻。你一定要出国吗？不一定要出国啊。我在总哈鲁是的做过的事情呢，做事情没事的也呢，他可以有的平台，他可以没敌啊，你这样子，我在这个块土地努力才有一种价值嘛，没讲我要从事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到哪一个地方去，学艺术一定要到巴黎去，没听错那里提供一个完好的环境，它这个平台，没讲，希望讲媒体没强强批下他敢用你的保是尽量保护的文化也得有无，的贵片一个沙菲啦，保孬的东西，艺术的东西，保他敢用在讲的事情，对于我来提供更好的事情，其实你在法国。迄个多久？我在法国差不多，迄个差7年左右。7年哦。米后又再到德国，到奥地利，到奥地利的时候要进入画派，因为都推荐，然后再进入画派，叫婚礼派那个他看英国有谈过，那个维也纳婚礼派嘛。我多在奥地利就进入那个婚礼派，画廊的馆长有没有就那个介绍进去上。可是像咱哋对法国、尤其德国，也有奥地利，咱哋行一看古了以后啊，你因为其实台湾的嘅艺术的风景有蛮过保存古了嘅事情。我那些我记得是在台湾都。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就是台湾的本土艺术。可是台湾艺术开始出现了，所以台湾的越南艺术有冇可是有冇跟着解严一块开花结果当然可是这些是泛政治性的如果归政治一样的艺术但是也的事件是在对台湾过重要啦。台湾真正影响台湾的台湾转变的事件，大转变。所以那个时候台湾伴随着台湾的经济一块成长。1990年代左右，那经济最好。所以台湾的艺术，台湾本土艺术，蛮快速的，世界快是慢慢的都晃晃了。而且会很吓人画家都画家每天在画画，每一个观音者当然也得，当然的对于文化如果你有一个错觉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属于泡沫性的也成长但是对艺术来讲，是最重要啦，也得我来讲，还是一个另外一种台湾的一种启蒙啦。艺术对于中心皮先生来讲，第一，伊发现的是两个质感；第二，迄质感是慢；第二，迄慢的迄质感文化。这个对于中心皮先生来讲，那是伊的艺术真正的艺术。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谈谈中心皮先生过来台湾以后，伊做乜事情？可是这时间，买一个讲。应该从起点，我一个作为一个艺术家，伊没有根，所以来讲，重新再认识我的这个，重新再审视我的这个，马上做台湾美学，我的美标准停在这里，对艺术有乜看法？
过来暗用方法。上一趟先生对法国回到台湾，读到喺台湾最发展的时间，先生其实係买一个价的哈。台湾那个时候真的是台湾，绘画市场真的是蓬勃发展啊。白包我哋开玩笑讲啊，坏画也在台湾也可以卖得很好啊。其实不是坏画，它是一个运动啊。咁其实就台湾呢，比方人其实对欧洲过来，其实就你睇欧洲做嘅事情，睇台湾其实可以做。差别就是讲，欧洲睇对艺术嘅看法咁嘛，当然因为比俺呢能够成熟啦，有一个因的制图嘛，对于艺术家会好，你如果要展览，它有一个管道，那个管道有没有？你只要那个管道被认可，那你就一直上去，然后开始有记录，开始有论述，假如讲以台湾的古木香的地方，台湾的法律讲，我有给你推的人，不管是那个产业的，或是公部门啊，我们讲说产官学三个部分，他们去做的话，但那个是在时机好的时候可以这样，那台湾是比较遗憾，就是说呀，时机不好的时候没有人去做，会断掉，其实你喺欧洲有潘公用嘅展览，喺你这个感觉到影响会深刻的嘛？睇公演强是特别在巴黎的时候，也就是有个展过的在我们学校巴黎美院高等美院的前面跟画廊合作你还有如果到德奥地区德奥地区就比较有系统里面有一样的有最主要是有那个课题性，有的课题性我是有幸就是说奥地利是接纳了我有一些那个美术馆接纳了我，然后给了我们一些机会，然后介绍进入那个系统那个系统就是画会啦、画派啦之类的。可是人意思讲，你更加去奥地利后，体验唔爱成一批嘅那同地方，有接触嘅，如果可以睇地方，可能我有工作做係安尼意思啊，还是讲有机会去合作？有机会合作嘅也安尼机会啦如果提出那个可是你注意到，有对你有所论述可是问题你的题材人家已经有在注意了，假如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也得肯定了有在注意就表示有了给你舞台的机会但是我哋其实台湾的话，其实还是要可能有某个案呢，有接的，那可能有本地人提供，唔係萬人，好，唔係像頭都係講嘅我哋講係我哋嘅歐洲嘅時節，而係一個歸完整的內容，可是對萬人的推薦一批以後，你可以第一步慢慢地去學習，但是睇台灣嘅話，唔係咪都講一定要有接的案呢，有啲曝光度。那可能接觸到後輩嘅事情，喺冇法，唔可能錄一啲無名嘅一啲人。其實有啲人都講，我哋見嘅係有名嘅事啦，那人嘅作品，那我俾人熟悉。我哋常常講我哋係做錦上添花嘅事情，唔係講我哋做嘅寒冬送暖嘅事情，因為我哋都從到有名嘅，好，那我有人注意到。但是你古來時記得。最重要是欣賞嘅時間，你睇米倉，好，這時間做嘅事情，嘛係用一種消費嘅形式去做沙期嘅事情。當初做乜好想要做米倉嘅呢事情？93年周正雷嘅時間，我馬上周正雷拼團，喺台南。那耶嘅時間到台南，可是有台南第一街、台南一街醞釀。也咧，傳統嚟講，佢參演嘅台南一街，我哋冇談過嘛
毋过来讲，安平老街读个都低，要台南一街。多我朋友讲，希望讲我哋对于当代艺术空间做一个规划，所以我都参与了那个台南新生态的那个空间的规划。刚开始空间规划，当然都引进一些比较后工业的那个，还有闲置空间再用的这种方式，老屋再用的，老屋新用的方式都把一个老房子呢变成一个当代的展演场所，当然很多人都很支持，包括台南建筑系的教授之类的，我们把那个空间给做出来，那做出来以后有冇可是展览，所以我哋一边展览的艺术家都几多包括我这个，但是最有名的可能你有听过咩客家字体李明胜，比如我哋一边新生态第一档表演艺术如斯顿的把艺术的角度带入去老街的一种重建。唔同我讲的其实某个闲置空间呢在利用，萝卜的火花，其实一个东西更加还是他个人在做。后来唔用来把台南的这种经验带过来，我哋咧昨天。本来我哋昨天我请也来讲仓库了当个人的工作室。当然来讲，个人工作室有一己之私之嫌啦如果遇到这个讲有的空间是在画图也的，还是做一些是一样的作品的地铁的作品。米后我哋可是主的，还有几个朋友三个朋友我哋都住一个地方画图出去三个人我哋住一个地方可是睇只画图做作品米后几种人都参观啦，总头几种人都参观昨天一讲喺昨天火车站对面嘅米一路来在看人画图，我哋讲聊天来的啦看人哋画图的，看叫人讲，甲按你我哋滚水路开放工作室希望讲大家没事的叫下来教啦，唔要讲我哋去甲咱教安尼，对吧？出去安尼米后路几个朋友讲无，我哋就成立一个协会，就好不容易10几个，我们那时候10几个都很有理想那个时候我哋成立一个协会米仓起名叫米仓，因为以前也都民讲昨天火车站头前全部都仓库囤米的地方，囤不总，囤不总都专门米路过多，伊更加都空起来嘛，都开始在地方做一些是这样的展览的动作。在提供米仓也协会除了做一个展览以外，其实伊嘛做一个沙器的米发，应该讲把沙器用艺术的方法去改变，像我哋老街嘛系米仓，那后来又用我走去做博艺博二。如米仓来可是运作，可是在做几多展览，几重要的展览出来，在台湾艺术界几重要啦，如我哋一个时间，北华山就南米仓，也都大概都讲，也都文化界大概都安尼讲但是呢，我哋讲的问题都，我哋更加流行讲接地气啦。我哋以前咧讲，都讲要进入地方，让艺术的进入地方，那在地性，那有一样的有的根本。因为从起前我嘅作为一个艺术家，没有根，我哋有几多课题要讲，唔第一样讲出来，我哋对自我认同产生一种问号啦。唔讲唔第一样讲，係我一个人唔第，还是讲唔知个嘛唔第？我哋即刻都讲出来，我哋即刻讲出来，所以我讲重新再认识我哋即个，
重新再审视我们这个，马开很多台湾美学，我们美标准停在这里，对艺术有嘛看法？可是，在博二时间，唔用一把的想法，大部分嗰度从高雄啊以工业为主的一个赏识嘛，因为博二嘛，还以前的仓库啊。因为米仓很成功嘛，因为我们开始讲土地辩证，土地辩证其实都土地伦理，我们用的对待一个土地，老人家讲我们有的田，要田是的，或者话讲爬荒啊，荒芜一片，是不是你说，你没存钱，我们要种某个东西，也如果种耕作的功用，来讲土地耕作，如果这块土地上，你针对这个议题，你要每天去提出一个自我辩证，你要去谈论它。阿某也这块地会老掉，假如我们有的认知，当然因为米仓推得不错，开始我们有很多很重要展览出来，国内国外的都有来参与也按你影响到博尔，高雄的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因为要讲，刚我哋高雄没有的现的呢，干的同埋天数，我哋也一层引有过了天的天数。首先是成立一个博二那个协会，博二促进会之类的，因为这个成立，我哋在旁边帮他们，有安尼，大概可是。当然，我们因为博尔做了很多的作品，也做了一些活动了。一开始对艺术的热爱，转变成对土地的热爱。休息一下，从视频欣赏，我有几多更精彩的故事，我同你分享。其实邦义有做乜嘅展览冇？邦义是跟着年轻人一块说，我们找出高雄的年轻文化。假如充电了，就从这里开始，对将来的一个愿景，从入带过的高雄市。过来暗用方法，从一个炖米的米厂，到一个海洋的工业的高雄市，到底暗用把米厂的经验带去邦义咯，先生，有两个无看的地方呢，暗用的把邦义去做出来咯。邦义都所以几多高雄的艺术家嘛，感觉到也咧安尼，蛮个很多海洋文化，假如安尼提步都。以前也等艺术家嘛，大概共同努力，还有高雄文化界、政治界，大家有没有开始很努力？所以就把博二这个地方打开来了，没有围墙的啦，直接都可以同样的海洋有冇？接近。以前喺嗰度嘅旅遊啦，原始啦，某個安全啦，把我哋嘅海洋。全部避開來，而且對啲高雄來講嘅話，其實嗰時我哋要接觸到海洋困難，看到海困難，係其實台灣有軍事嘅軍港啦，嚇，冇得講，佢係一啲上港其中一塊一批，但是更加冇咁樣嘅樣嘅，高雄市有一啲地方專門攞本人，佢嘅可以散步，嗰時其實就打開，我哋講桎梏。我哋本土嘅人可以去親近海洋，因為其實就邦義的佢主要嘅想法。當然邦義他嘅想法都蠻過，比安尼蠻過大啦，唔免那講開放而已。最主要是對希望這個城市有一種窗口，希望提出高雄的新的東西。高雄市馬個很多高雄市，馬個台北高雄市，馬個台北高雄市
有以前俺的样的这批老年轻人有没有？还是跟着年轻人一块说，我们找出高雄的年轻文化。假如重点嘛，就从这里开始，把高雄的有些定义嘛，同海洋的关系，高雄市同海洋的关系，哦，高雄市同对将来的一个愿景，全部带过来高雄市，哦。可是有变成讲，其实虽然迄无空的地方，伊在迄屯米的米厂，好，伊在迄海港的博鱼，但是伊哋其实对艺术的看法係强调我哋講，唔用嘅去看即家一塊土地，而係要天美起碼嘅事情。點解有人看人哋台灣咧？我哋講文創嘅作品裡面吼，我哋常常講文化創意，一定要有即家文化。我哋其實講嚴肅一點，我哋台灣咧高雄嘅文化都同台北都冇同樣啊。伊本身伊哋都工業都市，伊哋係商業都市。嗰時照嚟講。一兩個地方的文化創意的產品，應該都冇共用。因為商業變革咪佢夾，佢夾，錯綜複雜，免那種傳統性的這種的生產方式。哦，當然高雄市已經跳脫那個一定要去生產的那個城市了。哦，也就是講，它的轉型有沒有可能跟台北市不一樣？台北市一直都做首善之都啊，首都，當然對政經文化的也都同商業性也都相當有代表性嘛。當然你做的事情同高雄市規模可能規模相若，但是高雄市其實也佔着先機啊，因為我哋閒置空間會多啊，我哋工廠會多啊，人家冇可以會多啊，因為現在不是一定生產的方式又更不一樣，工作母機成熟了嘛。人要做什麼？我們要思考，開始人要做什麼？這個城市開始思考人可以做些什麼？係啊，嗰時唔同老師一直同人哋提倡都講，其實高雄有自家嘅特色，哦，而且高雄伊本身作為啲海港，哦，由於啲工業嘅都市，像我哋去博爾，我看到伊啲最重要嘅我哋高雄嘅羅宮嘅展覽廳，因為呀呢伊啲展覽廳其實都代表講其實台高雄本身藍領階級係一個重要的組成的成分，一定有一天的文化、生活的方式。有啲生活方式唔係同人看到穿西裝啦、打領帶啦嗰種東西，因為我哋冇安尼嘅生活，我哋可能都我哋嘅工作服，嚇，其實眼鏡，睇緊而全部其實亦都全部是一個加工出口去，嚇，其實代表伊哋高雄佢特別的一個文化地方。同樣嘅。如果有安尼博爾安尼伊個沙器，吼，伊個我哋講藝術的伊個據點，嘛變幾多個人強嘅創新，用台高雄嘅想法、高雄嘅生活方式去想講，伊樣嚟做藝術嘅創作。其實我嘛啲講先生其實有去過實踐，睇差唔多嘅我哋日本311大地震以後，一群藝術家去日本嘅實踐，你去做乜嘢？其中也有講伴隨啦，相伴隨。如果因為台灣在日本這個地震有沒有？台灣事實上幫了很多啊。那台灣做過的事情啊，當然呢，需要到一個地方嘛，看災區確實很嚴重，真的很嚴重啊。可以講說不可承受之重了，哦，俺哋看到實在看到一樣的會人間會辛苦的事情啊。當然呢，我們是用藝術去陪伴他們啊，同佢哋聲音向下啊，我俺哋在那裡把它畫一些比較美的東西，比較療癒性的東西，咁其實就他個人對一件事情，實踐嗰邊嘅人對一件事情嘅伊個自家嘅看法。哦，因為佢很感動啦，他們很感動啊。然後，因為同人哋傾下有冇很高興啊。我們一塊創作，然後針對未來，我們做了很多的很有趣的一些互動啊。我說我哋以前我哋係對外面人嚟講，外國人講藝術係乜嘅？
慢慢的还能抵我的意识很多个东西的时间，还能在配音有时有时利用意识的方法，好，嘛用天数一点。他今天欣赏最近的模还蛮个喏。我哋研究同樣嘅我哋身體嘅很多魚刺客啦，哈。當然嗰度人講，你可能有吃魚刺，咩？我講我捉人嘅嘢嘅 net 啊，嘢嘅魚刺客。那個魚刺客講，我哋點醒我們自己啊，我們這個刺是感同身受，我哋這個要很醒的，清醒的，魚刺客講希望講我哋發展台灣的海洋文化。因為以前我哋都藝術家喜歡聚在一塊嘛，喝點小酒，談天說地的，交流一下創作心得，本來路台周邊那個路邊攤啊，很像路邊攤的，大概大都市的，但是呢，米後加係各種人入來，特別是南島很多的藝術家，當然歐美都很多啦，其實都加進來我們的魚刺客底部，也咧激盪可是講對我們來講很有幫助啦。嗰度伊哋歸農嘅咧海山大咩啊？嗰種按當然提嘅講法，因為我大都市啦嗬，有講有啲主軸嘛，突然講喺我哋喺啲海島嘅一種文化以外。例如講，譬如講我哋一群人，大都市要想我講，一群愛做乜事情？也當然講，佢有安尼嘅機會啦，安尼希望有安尼機會展出這些作品，是安尼嘅論述，可是大概影響到下一代安尼講影響嘅朋友嘛，使得加入落安尼，咁至少嚟講，亦係伊哋他緊要有啲融合嘅機會，吼，伊個他緊要融合，吼，安尼嗰度觀念，他緊要非常交流嘅一個機會。嗰時其實係啲意識咧開山淡嘅，吼。對，佢學教嚟嘅本身都講藝術冇自我設限哈。以前我哋講藝術嗰種規矩啊，但是我哋希望講藝術吼，都喺人身邊，伊個做一個媒介啦，我哋人咧向下媒介，使也咧城市，繼續也咧城市做一個媒介，藝術使得幫也咧城市嘛，個進步，我哋希望安尼。其實我哋常常講嘅一啲藝術品，伊唔單止係一啲作品，其實伊係一啲觀念、一啲想法、一啲生活嘅態度。今日張新平先生同人分享嘅，都係講伊啲做藝術嘅人，唔係把自家關喺睇部嘅地方畫圖，伊可以把伊作品俾我哋民間，俾我哋社區，可以俾我哋嗰度嘅社會嘅議題上面。今日我哋感謝張新平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多謝客家電視台本來有咁嘅機會，多謝你我哋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啱樣方法，我哋下禮拜再見面。嗰時我記得我睇 YouTube 上面有看到人魚刺客一種。張新平先生嘅藝術學習過程，從台灣去到巴黎，再從巴黎回到台灣。佢經常出海嘅唔同嘅腔樣，從故鄉出發，再帶着滿滿嘅心得回到故鄉。但是回到台灣嘅新平先生，以沒有愛人嘅角度來批評台灣，相反呢，以用種藝術嘅心去尋台灣真實嘅美，去尋台灣真實嘅色彩。